南韓股市今年都升咗已經1成8㗎啦，但係真正嘅 taco trade 咧，其實可能喺金價、銀價嗰度啦。尋日咧就再破頂嘅，個金咧就最多升成2%，去到5100美元嘅樓上之後咧就回落翻，不過而家都仲喺5000美元樓上啦。而個銀價咧就仲誇張嘅，單日咧一度升咗成1成4，去到117美元之後咧就回軟翻，將個升幅咧就抹去翻咁樣嘅。依家就做緊108美元左右。咁個美匯指數就進一步咁樣向下，一度失守97水平。除咗係即係地緣局勢之外咧，有分析就話同啲資金咧離開一啲主權債啊同埋美元嘅貨幣有關嘅。咁呢個趨勢係咪真係今季都會持續咧？同埋大家依家個金銀啊點樣 set 目標好咧？個銀嗰啲走勢咁有投機嘅味道依家。其實我諗即係目標方面就好難 set 嘅咧，因為我諗尤其是銀價方面咧，咪始終正如你所講啦，個投機味道好重啦。咁事實上講緊一個月之內講緊升40%咧，其實都幾誇張嘅。咁而背後啦，當然即係你可以話有好多支持嘅因素啦，例如話講緊係個市場唔明朗啊，令到避險需求增加啊，或者去美元化等等啦。咁但係你見得到咧，個銀價比個金價升得仲誇張，甚至係大幅超越個金價咧。其實呢個都好難解釋嘅，因為如果你話真係純粹係避險啊，因為佢美元化咁，其實正常嚟講，黃金應該嗰個角色咧會比白銀更加可能更加重嘅，或者應該即係佢個價值應該要比白銀升得多。咁但係金轉嚟講，好明顯白銀價錢就比黃金升得更加誇張啦。咁當然背後其中一個可以解釋嘅就係個熱錢嘅流入啦，咪見得到好多個熱錢啦喺短時間之內咧都流入呢個白銀嘅市場嘅。咁甚至我哋見到例如話其中一個即係可以顯示嘅例子啦，就喺中國方面啦，見到上海嗰個白銀嘅價錢咧，比全球嗰個白銀嘅價錢嗰個日價咧出現咗超過10%嘅，即係講緊上海嘅價錢咧，比全球嘅價錢咧要多10%以上嘅。咁呢個都好明顯反映咗就係國內方面嘅民眾咧，其實突然之間咧對白銀嗰個投資需求咧有個好熱切嘅一個上升啦。咁所以個資金流入推動咗國內嘅價錢咧比外國咧更加要升得誇張。咁所以呢個都要小心啦。短期當然可能個熱錢繼續流入，個白銀價錢可能繼續都會上升嘅。咁但係始終喺呢啲位置咧，我覺得已經可能超離咗基本面㗎啦。咁同埋就係一下子，如果個熱錢真係停止咗，唔再流入嘅時候咧，白銀可以調整得比較誇張㗎。咁無論係避險又好或者投機都好咧，Bitcoin 最近咧就冇乜表現，都仲喺90000美元樓下。依家係咪市場少咗再講佢一個數字黃金啊，或者作為避險資產嘅需要？咁佢個價值有冇個下調嘅風險咧？其實我諗價值方面就冇咩特別嘅改變嘅。咁當然啦，我諗即係最近啲半年啦，其實因為金價同銀價嘅大幅上升啦，咁所以個市場嗰個興趣咧就即係由即係被抽走咗啦。好明顯比特幣嗰個熱情咧相對就冷卻咗啦。咁當然另外一個原因就係話上年年尾嘅時候咧比特幣方面咧出現咗啲爆倉潮啦，咁所以都令到即係投資者方面咧對比特幣嘅投資咧出現咗一個比較大嘅一個戒心啦。咁所以我諗短期咧其實比特幣方面暫時冇咩特別一啲話題啊，或者冇乜特別一啲熱錢嘅流入嘅時候咧，可能短期都繼續要喺呢啲位置熬下先㗎啦，即係可能喺90000美金附近上上落落啦，未必有太大嘅變化嘅。咁當然啦，一啲即係對加密貨幣嘅信徒嚟講咧，其實佢哋對睇好呢個加密貨幣，其實個原因係冇變嘅。咁例如話繼續係覺得加密貨幣係去中心化啦，可以取代美元或者取代一啲傳統嘅一啲即係資產啦，尤其是講緊而家全球政府嘅債務越嚟越多啦，講緊佢美元化對美金嗰個信任度係下降等等啦。咁但係我諗始終而家啲錢好明顯就流入咗黃金同白銀市場多過流入咗喺呢個比特幣市場入邊㗎啦。咁所以我諗即係短期繼續係熬住先啦，未必真係有好大嘅一啲即係上升動力喺度。歡迎收睇股市直播室。聯儲局預期冇減息，鮑威爾咧對未來嘅息口前景亦都未有明顯嘅啟示。而睇翻美股喺鮑威爾講話期間嘅表現係反覆，道指升過100幾點之後，亦都跌過100點。而標指歷嚟咧首度突破過7000點，但係唔能夠咧上升收市㗎。而納指就表現係最好，連升到6日。
而除咗關注議息會議之外啦，大型科企嘅業績方面都係市場嘅焦點。而微軟、Meta 同埋 Tesla 啦，都喺美股啦收市之後都係公佈翻個業績㗎。而睇翻咧微軟上季業績大數雖然好過預期，但係雲業務嘅增長放緩，導致盤後股價係跌超過6%。反而 Meta 上季業績同今季嘅指引啦，都冇令到市場失望，股價啦盤後一度係升超過1%。睇翻 Tesla 方面業績係理想，盤後股價都係升到2%㗎。咁啊，呢一節就請嚟咧 Wyman 嘅，Wyman早晨啊！早晨啊，Mimi 你好。咁我哋先講翻呢市場嘅焦點之一就係聯儲局嘅議息結果啦，都睇到即係今次嚟講都係一如預期嘅維持不變啦。咁睇翻鮑威爾嚟講咧，今次佢都係改變咗一啲嘅措辭啦，例如對於美國就業市場方面，本身就話下行風險增加，而家都係趨向穩定等等。同埋咧，佢就話加息都唔會係下一步行動嘅基本假設啦。你自己會點樣睇咧成個嘅結果同埋一啲措辭嘅變化咧？其實我諗先講結果先啦，當然我諗即係維持息口不變呢個就唔會令到市場有咩意外啦。咪喺議息會議之前咧，其實市場都差唔多100%派先咧，基本上係唔會喐噶啦。咁所以個結果就同市場預期基本上一樣啦。咁至於你話講個議息會議之後嘅言論啊，或者相關嘅一啲即係叫做係對個經濟嘅睇法啊，對個通脹嘅睇法啊，甚至係會唔會有啲即係息口嘅暗示啊？其實我諗就都係同市場預期差唔多啦。個經濟方面當然即係聯儲會見到就業市場係一定嘅一啲即係放緩啦，但係未至於去到一個好擔心嘅程度啦。通脹仍然都係佢哋覺得係有一個風險或者有一定嘅憂慮啦。咁呢樣嘢亦都係成為咗佢哋唔再減息嘅一個即係原因啦。咁所以我諗市場都會覺得就係話基本上可能3月份甚至4月份嘅議息會議咧，其實減息嘅機會真係唔係太高㗎啦。咁可能要去到6月份開始啦，如果先至有機會會減翻息啦。咁當然即係背後嘅含義就係聯儲呢一段時間都會覺得個通脹係一個即係佢哋會介意嘅一個因素啦。咁而個就業市場又未真係弱得好誇張啦。咁當然我諗另外一個市場嘅睇法就係話等新一任嘅聯儲主席上任啦，即係下6月份基本上就係一個新嘅聯儲主席啦。咁市場會睇究竟係咪真係會受到特朗普影響，從而加快嗰個加息嘅步伐啦。咁所以我諗即係暫時對上半年嚟講，至少喺6月之前咧，市場就對減息應該就冇太大嘅期望㗎啦。咁當然暫時嚟講對個股市就唔見得好大嘅影響啦。咁我諗個原因就係市場覺得下半年係會減嘅。咁但係如果你話新一任聯儲主席真係上一任而個市場覺得佢唔係真係咁受特朗普影響而減息個機會係減少咧，到時可能對個股市就會影響大啲啦。見到咧鮑威爾咧對於個聯儲局嘅獨立性方面都有少少嘅回應啦。咁佢就講到話，即係而家係根據通脹嘅預期嘅表現咧，都反映翻佢哋信譽都係有應有嘅位置啦。咁都寄予翻呢繼任人咧，應該係要遠離翻政治啦，因為都見到如果真係失去咗獨立性，都好難去挽回啊。即係你自己點樣去睇呢一方面嘅言論咧？其實我諗呢個都係聯儲局應該要有嘅一個立場啦，或者我諗即係新一任聯儲局主席都應該要有嘅一個情況啦。咁但係我諗市場暫時嚟講就觀望啦，因為第一大家都唔知邊一個係一個新一任聯儲局主席啦。咁基本上即係你要去即係叫做評估或者衡量佢嘅言論啊，或者佢嘅行為啊，其實而家都未有一個確定嘅人選啦。第一第二就係我諗真係要到佢6月份真係上一任嘅時候咧，先至能夠多啲嘅資訊咧。咪而家基本上佢講咩咧？其實好多時可能都係為咗要即係得到特朗普嘅任命啦，咁所以可能講嘅嘢真係會偏向或者會跟隨特朗普多啲嘅。咁但係我諗市場都會俾個機會新一任嘅聯儲主席真係上一任之後，佢嘅行為係咪真係會顯示翻獨立啦？因為即係喺任命之前，其實你要討好特朗普一啲都唔出奇嘅。咁但係我諗市場最concern 或者最關注嘅就係任命完之後真係就職啦，究竟仲係咪受到特朗普嘅一個即係叫做100%嘅影響啦？咁我諗呢個要去到6月份先至會有一個即係知曉啦。咁所以我諗即係6月份就真係一個考驗啦。到時真係市場會睇緊聯儲局獨立性係咪真係受到影響，而真係有影響嘅時候，個影響有幾大咧？咁樣我諗到時就要小心啦。無論美金又好啦，債市都好啦。我諗個波動性有機會因為呢啲咁嘅因素而增加㗎。
咁大家都要關注翻咧6月嘅情況啦，議息方面嘅走勢會點樣影響翻咧市場，甚至係一啲匯價嘅影響啦。咁都講翻美股方面，都見到隔晚都係有少少即係有啲升勢啦咁樣。咁其中咧都見到標指都突破咗7000點㗎啦。你自己睇咧，即係後市嚟講咧，即係呢啲指數嘅上升動力可唔可以維持到咧？會唔會都關於一啲科企嘅業績前景事咧？其實我諗美股嗰個動力都仲係好強啦，因為你見到1月份基本上特朗普有好多舉動，而啲舉動其實都曾經令到市場有啲不安嘅。咁但係其實個市場都冇跌之餘，甚至繼續 keep 住升咧。其實呢個都反映咗個市場方面咧，其實都幾樂觀下嘅，或者相對嚟講咧，都仍然覺得嚟話美國經濟都仲係實在啦，企業盈利方面仍然都繼續有個比較明顯嘅增長啦。或者就算冇都好啦，都覺得未來幾年咧都有個好嘅增長喺度啦。咁所以基本上都一路推動住個美股咧 keep 住一個高位，咁但係始終今年咧，我一路都強調咧個升幅就應該冇上年咁理想㗎啦。上年有雙位數字接近20%嘅升幅啦，咁但係今年我相信就會去翻單位數字嘅升幅嘅，因為始終第一估值貴呢個係一個問題啦，其次就係話市場個樂觀情緒其實都去到好極限㗎啦，咁所以你話要喺個樂觀已經好樂觀嘅狀態之下再進一步樂觀咧，我始終覺得呢個又未必真係會發生啦，或者個基本面又唔係真係可以支持到一個咁樂觀嘅一個狀態啦。咁當然琴晚嘅業績咧，我諗好明顯都繼續俾到市場都話到俾你聽，就係個市場係炒緊啲預期嘅。例如話Tesla 方面好明顯嗰個業績雖然話叫做係好過市場預期啦，咁但係盈利有倒退嘅。咁亦都見到本業個電動車方面繼續係受困啦，咁但係個市場都繼續係炒作住嚟話係無人駕駛啊、機械人等等呢啲憧憬啦。咁所以好明顯，即係 Tesla 嘅業績都話俾大家聽，基本上個市場係派先嘅一個樂觀嘅預期，多過一個實際嘅業績啦。咁而講緊最近一啲即係記憶體股亦都一樣啦。因為個記憶體價錢升咗啦，咁所以嗰個市場個情緒亦都好高漲啦。咁所以我諗即係高漲嗰個情緒都繼續係有利於個美股嘅。咁但係我諗要小心咧，因為呢個高漲嘅情緒就唔係話真係完全100% support by 嗰個基本面嘅。咁個基本面我始終覺得就唔支持而家呢個咁高嘅股價。頭先你都講到 Tesla 嘅業績啦，都睇到咧，其實佢嗰個嘅 CFO 都講到啦，今年咧佢哋嘅資本支出係會係翻倍以上啦，同埋咧Tesla 都會向馬斯克嘅 XAI 投資翻咧20億美元啦，重新翻個 Cybercab 今年嘅投產啦。呢一方面或者多方面嘅因素係咪都係符合市場預期，定係都有啲驚喜咧？其實我諗滿足到市場預期嘅，甚至我諗即係令到市場有再次即係炒作嘅一個話題啦。咁當然即係你話無論係講緊機械人又好，或緊無人的士都好啦。機械人就講即係今年開始年尾開始會有一個即係明顯嘅投產啦。咁但係你話係咪真係已經技術上邊真係可以去到一個真係可以令到消費者或者企業家大陸購買咧？我諗始終暫時嚟講都未有一個好實質嘅一個即係叫證據俾到個市場睇得到咯。因為究竟個機械人而家做到啲咩功能？究竟個市場係咪真係覺得吸引，或者個售價係咪真係市場可以接受？其實而家呢一啲資訊都冇嘅。咁至於個無人的士方面就更加遙遠啦，因為講緊而家先喺個道路度試行緊。咁甚至有啲城市都仲係需要個監察員喺個即係無人的士上邊嘅。咁所以你要甩咗個監察員，到真係要大量能夠測試，到真係可以大量咁使用，其實我諗即係起碼2-3年甚至更加後嘅時間啦。咁所以都要小心啦，即係個市場就好樂觀嘅，咁但係呢啲嘢究竟係咪短期內能夠實現咧？其實我始終有好大嘅問號喺度啦。咁 Tesla 而家嘅估值就大家都知道好貴啦，講緊即係300倍樓上嘅 PE 啦，即使你計埋今年嘅盈利增長咧，基本上都仲係講緊200倍嘅 PE 嘅。咁所以如果你話無論係機械人又好，無人的士都好，而只要基本上佢俾唔到市場一個持續嘅信心嘅話咧，其實而家呢個股價就應該即係好難去支持嘅。咁所以其實就好似頭先所講啦，股價就係一個樂觀嘅預期所支持。咁睇下個市場繼唔繼續樂觀落去咯。咁啊，大家都要關注翻啦。Tesla 嘅基本面方面係咪都可以支持到目前一個高估值嘅情況啦？咁都睇埋 Meta 方面嘅情況，佢美股後都公佈咗業績啦，其實都見到第四季收入係按年升2成4咁樣，其實都係高過預期嘅。咁之後佢都即係收市之後股價都由跌轉升7%啦。你覺得咧市場係咪對於呢份業績都係偏向滿意咧？
其實我諗一定滿意㗎啦，因為你頭先講咗啦，盤後之後啦，升咗接近係10%啦。咁我諗即係最滿意嘅地方就係個盈利方面啦，比市場預期理想啦，多咗係8%啦。咁我諗呢方面應該係即係市場感到驚喜嘅其中一個因素啦。咁至於你話個資本開支增加咧，我諗之前市場就唔會覺得係一個好消息嚟嘅，甚至覺得個資本增加咧其實係一個負面嘅因素，因為呢個即係會令到短期之內究竟能唔能夠收翻個成本咧，其實市場一路都有個質疑嘅，或者就係話咁大量嘅投資啦，會唔會好似之前嘅元宇宙一樣，最終係即係得不償失咧咁樣？其實市場會有一定嘅質疑嘅。咁甚至琴晚你見到微軟公布業績其中盤後跌嘅原因都係因為擔心個資本開支比預期更加高啦。咁所以我諗即係琴日嘅市場有啲怪嘅，對微軟個資本開支增加就覺得係有問題，但係對於 Meta 個資本開支增加咧就覺得好似問題不大咁樣。咁所以我覺得即係琴晚方面都要小心啦。雖然盤後 Meta 就股價升得好好啦，咁但係如果你話純粹如果市場真係憂慮嘅資本開支不斷咁增加呢個因素嘅話咧，始終對 Meta 嚟講都係一個隱憂嚟嘅。大家都要關注翻啦，即係個資本開支嘅情況會點樣影響到 Meta 嘅走勢啦。咁頭先你都講到微軟嚟講咧，可能佢都係個 Capex 增加，但係市場好似又唔係好賣帳咁。其實會唔會都同咧佢同 OpenAI 嘅投資有關呢？因為都見到雖然佢季績係勝預期，但係對於 OpenAI 嘅投資都錄得接大約70幾億美元嘅個嘅虧損啦。呢方面係咪都有啲影響喺度啦？其實我諗對微軟嚟講咧，琴日我諗即係盤後跌最主要原因都係擔心個資本開支有個大幅增加嘅情況啦。咁但係我諗即係個市場你話睇翻個業績咧，基本上就交到功課嘅。收入盈利方面都滿足到市場預期啦，甚至都係高過市場預期嘅。咁而我諗即係對於微軟嚟講咧，我覺得去到呢啲位置咧，其實因為個調整都出現咗一段時間㗎啦。由講緊即係500幾蚊啦，調整到去而家講緊即係480，琴日收市價啦。甚至盤後去到大450蚊呢啲位置啦，我覺得反而就微軟方面開始有啲價值嘅出現啦，因為基本上而家講緊大概30倍嘅市盈率啦，如果你計埋盤後嘅跌幅就已經唔夠30倍嘅市盈率啦。我覺得即使你話 AI 方面真係大家都好擔心會唔會即係變現嘅能力或者就會唔會有投資過度嘅情況咁但係如果你話講緊30倍唔夠 PE 嘅微軟，我始終覺得你就算買個本業其實都唔係一個好大嘅問題啦，因為始終佢嘅本業其實都好實在亦都有個唔錯嘅增長喺度，咁所以變相我覺得反而而家如果你真係繼續有啲比較明顯嘅調整咧，反而而家係一個買入嘅機會。咁轉睇下咧，另一個焦點啦，就係嚟緊嚟講咧，都好快知道美國政府係咪都會停擺啦。咁都見到之前嚟講咧，停擺嗰個機率咧，市場都預測係大幅提升咗。咁見到隔晚嚟講咧，美國財長貝森特都有即係講及呢一方面嘅情況啦。佢就話咧，國稅局咧已經制定到應急嘅方案咧，去防止翻呢個嘅停擺。你自己覺得咧，即係最終即係個走勢係咪真係可以話防止得到咧？其實我諗呢個就未必嘅，不過我諗今次嘅停擺咧，相對比上一次嘅影響就會少啦。咪上一次基本上有部分嘅撥款咧，其實就唔係淨係批到即係今個月尾嘅，咁所以基本上咧有啲撥款係批到可能係即係再後嘅時間，甚至去到今年年底。咁所以今次即使你話真係美國政府要再次停擺都好啦，受影響嘅政府部門咧，相對會比上次係少嘅。咁所以變相啦，你話對經濟嘅影響咧，亦都會比上次嘅停擺係要少嘅。咁同埋我諗即係上一次停擺咁長嘅時間，其實個市場都習慣咗都知道其實對個經濟唔會有個好明顯或者好結構性嘅影響嘅時候咧，咁自然個股市就唔會有啲好負面嘅反應啦。咁所以我諗即係個停擺個機會始終係有嘅，咁但係即係唔需要太過擔心啦。至少對股市嚟講咧，唔應該係一個好大嘅一個隱憂咯。如果真係發生呢件事嘅話咧，投資者應該做啲咩部署可以去做避險方面嘅情況咧？其實我諗又唔需要話因為呢個因素而避險嘅，咁但係當然啦，如果你話覺得美股一路都高㗎啦，會唔會即係美股借勢而有個下跌咧？咁當然做少少避險，我覺得都係無妨嘅，因為始終個估值都比較貴啦。咁但係如果你話純粹因為好擔心呢個即係美國政府停擺而去要沽美股嘅，我諗就冇呢個需要咯。好啊，咁呢節唔該晒你灣文嘅分析，我哋先休息一陣啊。
果嘅季績啦，咁總收入咧就係1438億美元，按年增長1成半嘅。服務收入大約300億美元啦，產品收入咧達到1137億美元。當中啊就係旗艦 iPhone 啦，收入係達到853億嘅，按年增長2成3。咁啊 iPhone 17咧都成為公司收入嘅火車頭。咁蘋果公布業績之後咧，包括高盛啦同埋傑瑞富等嘅機構咧都將蘋果嘅目標價上調嘅。但係蘋果股價方面呢，暫時都要跌緊啦，就係接近2%啦。咁呢一份業績方面啊，你覺得其實市場係咪都唔太滿意咧？其實我諗業績就冇乜太大問題嘅，咁你頭先都講咗啦，即係收入盈利方面咧都有一個唔錯嘅上升啦，亦都個市場預期啦。咁尤其是 iPhone 嘅銷售方面啦，繼續俾到市場個信心啦。iPhone 17嗰個銷售嘅情況係比較理想啦。咁當然呢個唔算話好驚喜嘅原因，因為之前其實市場都報導咗㗎啦，都知道 iPhone 17方面嗰個銷售嘅情況咧係比上一代係理想嘅。咁當然我就唔覺得，因為 iPhone 17有啲好特別嘅一啲因素啦，不過可能撞正個換機潮啦，咁所以個銷售方面係唔錯嘅，咁同埋上年相關 iPhone 嘅銷售都比較差啦，咁所以基數比較低啦。咁但係點都好啦，業績出嚟就應該係對版嘅。咁但係我諗今日個股價即係叫做冇任何上升，甚至要跌啦。我諗都係即係第一市場氣氛啦。咁第二就係話講緊蘋果個股價，基本上我諗即係市場都有另外一個憂慮。頭先你講咗啦，就係個成本可能有機會上升啦，記憶體啊、晶片等等啦，可能有機會因為即係供應不足嘅情況之下，令到個價錢上升啦。咁當然我諗另外個市場亦都有一啲唔滿意嘅地方，就係 AI 嘅發展始終都仲係好慢啦。咁雖然最近都講到會同即係呢個即係Google 或者 Alphabet 去合作啦，咁但係始終都未知幾時真係會用得到，或者真係會令到嗰個即係消費者真係會覺得呢樣嘢係會刺激到佢哋買手機嘅時候咧，我諗始終即係蘋果方面咧都要即係繼續努力啦。咁我諗即係市場暫時嚟講對佢嘅前景就唔係話真係好覺得好理想，或者真係有好多話題俾到投資者咯。除咗季度業績好之外咧，蘋果對來季展望都好樂觀啦，認為銷售按年增長介乎1.3%至1.6%。換言之啦，個增速嘅預測上限咧將會比上一季再加快0.3個百分點嘅。不過頭先都提到啦，蘋果一啲隱憂啦，就喺人工智能晶片咧擠佔之下，蘋果一部分啊就係單系統晶片供應都面臨不足嘅風險。另外咧就係頭先提到一個儲存晶片價飛漲咧，都會侵蝕翻個毛利嘅。咁啊，半導體晶片缺貨啦，同埋對於蘋果啦，同埋一眾消費電子產品企業，包括啦就係 Dell 啦、HP 啦、聯想嚟講，個挑戰有幾大咧？其實我諗對於電腦呢個行業嚟講，個影響係最大嘅，因為始終即係電腦方面啦，大家都知啦，其實毛利相對比較低。咁所以如果你話記憶體啊或者晶片嘅價錢，尤其是而家講緊記憶體嘅價錢啦，講緊幾倍咁樣上升啦。咁始終每個電腦咧都需要即係比較多嘅記憶體嘅，咁所以變相呢個都係必須要支出嘅一個成本啦。咁所以都會令到整體成個電腦生產嘅成本係會大幅咁上升啦。咁當然即係電腦公司可以選擇加價嘅，咁但係個問題就係基本上加價之後就會影響銷售啦，咁而事實上市場都預咗今年呢啲電腦嘅公司係需要加價嘅，咁而個銷售方面咧，亦都會因而受到影響啦。由本來預期可能有即係3至4個%嘅增長啦，倒翻轉頭預期今年咧可能會有3至4個%嘅倒退啦。咁所以對於即係一啲生產電腦嘅公司嚟講咧，好明顯就一定係受壓㗎啦，因為變相喺個銷售方面可能有壓力啦，亦都個毛利方面有壓力啦。咁但係如果你話講即係手機電腦中間有咁多間公司啦，咁蘋果算係剩翻最少啦，因為始終大家都知蘋果出名咧就係第一個客仔夠大啦，因為佢用好多嘅呢啲晶片啊或者記憶體啦，咁其次佢都同好多呢啲生產商簽訂咗訂單啦，咁所以價錢即使升都好啦，影響對佢嚟講應該係最細㗎啦。咁同埋就係佢嘅毛利率係最高，咁所以變相佢能夠承受到加價或者成本壓力上升嗰個情況應該係最理想嘅。咁但係我諗即係其他一啲電腦啊、一啲即係手機嘅生產商，我諗就要小心啦，因為確實我諗個環境而家嚟講咧，確實係面對一個即係成本上升所帶來一個負面影響咧。我諗可能維持半年甚至1年嘅時間嘅。咁如果調翻轉頭嚟講啦，即係對於 SK 海力士啦、三星電子啦、SanDisk 啦、美光、西部電子嚟講啦，當頭先提到消費電子企業越唔夠晶片嘅話，對佢哋嚟講反而係咪仲可以越升越高咧？
呢個絕對係啊！我諗即係佢哋嗰個即係業績方面大幅上升咧，我諗只係啱啱起步啦，或者只係開始咗2-3季啦。咁嚟緊半年、1年，甚至講緊2年嘅時間啦，市場都預期啦，佢哋收入盈利方面咧都會繼續受惠於啦講緊晶片不足啊，或者記憶體不足呢個情況啦。尤其是而家基本上最不足就喺個記憶體身上啦。咁所以即係你頭先提過嘅講緊係ScanDisk 啦，咁基本上琴日公布咗業績啦，業績大幅好過市場預期啦。甚至講緊未來一季嘅展望，甚至俾到市場一個驚嚇地高嘅一個情況啦。咁呢個咁直接都反映咗就係話除咗不足令到個銷售可以上升之外咧，更加重要就係每賣一個記憶體咧，賺嗰個毛利咧有個大幅增加嘅一個情況啦。咁我諗呢個就對所有記憶體公司都係受惠㗎啦。咁唯一要小心嘅就係話，究竟呢個上升嘅週期可以維持幾耐啦？因為始終當呢啲記憶體嘅公司開始增產，令到市場嘅供應增加嘅時候咧，咁啲記憶體嗰個供不應求嘅情況就開始會舒緩，跟住個價錢就會回落啦。咁通常嚟講，通常都係3-4季嘅時間就會出現一個週期㗎啦。咁但係今次可能因為 AI 嗰個影響啦，可能個週期會長啲，可能1-2年都唔出奇嘅。咁但係都要小心啦，個週期始終都會有完結嘅一日嘅。咁所以個股價就唔會長期都咁樣爆炸式咁上升㗎啦。咁睇下究竟佢係會維持2年啦，定係維持3年啦？咁當然呢個就要計一計數啦。咁但係如果整體嚟講啦，今年科技股投資主題係咪都係硬件好過軟件咧？其實如果你話人工智能嘅話，就一定係嘅啦。咁同埋唔係淨係今年、上年都係咁樣噶啦。咁當然上年主要都係炒啲即係晶片為類，比較為主啦。今年就炒記憶體為主啦。咁但係我諗始終都係硬體着數嘅原因，就係因為成個 AI 嘅發展，而家講緊即係軟件方面咧，其實都仲係講緊投入未有真係可以叫做喺個市場度真係可以創造到收入同盈利嘅，或者有都係好少啦。咁但係硬體就即時受惠，因為你啲即係公司要投資 AI 嘅時候，你要起好多個數據中心，你會用好多晶片，用好多記憶體，咁所以呢啲公司就會即時受惠咯。咁所以如果你要業績嘅，咁肯定係一定係硬體好過軟體嘅。財資大道，郭艷明、林潔瑩、何文傑。好啦，翻嚟咧，同大家睇睇咧，就係美股嘅表現，同埋都要特別睇一睇個金價，因為現貨金咧升到去咧就係每盎司咧5500美元一盎司樓上啦，就掂過記錄嘅高位，而家係5536.21美元一盎司嘅。咁啊，請埋高富金融集團投資總監梁偉文同我哋分析下咧美股嘅走勢先。早晨，梁偉文。早晨，阿 Grace，早晨，早晨。咁啊，睇到咧，即係美國股市呢3個主要指數呢，今朝早咧就個別發展啦。聯儲局一如市場預期維持咗個利率不變啊。琴晚市況嘅走向係點呢？同埋睇到個金呢，今朝早係掂一掂過嘅歷史高位，上到5500樓上，點睇呢？其實我諗即係市況方面咧，當然聯儲嗰個議息結果就市場預期當中嘅啦。基本上維持息口不變咧，呢個都即係市場都冇乜意外嘅啦。咁但係喺個即係議息會議之後嘅記者會啦，咁當然就喺個鮑威爾口中就諗攞唔到任何一啲比較明確嘅一啲即係叫做係方向性啦。即係下一次議息會議究竟減息嘅機會有冇或者個減息機會有幾高啦？咁但係我諗而家市場基本上都開始派先緊呢，就喺鮑威爾離任之前呢，其實聯儲應該都會維持息口不變㗎啦，咁即係講緊可能係下一次議息會議啦，即係講緊即係3月份基本上都係唔喐啦，甚至4月份都係唔喐嘅，咁可能要去到即係新一任聯儲主席上任啦，即係去到6月份嘅議息會議咧，先有機會會減息嘅。咁所以我諗即係呢方面當然就對股市嚟講就唔算話一個好好嘅消息啦。咁但係個市場又唔算話真係好驚啦，咪始終覺得市場覺得下半年其實減息機會仲係有嘅。咁即係暫時嚟講上半年就可能即係未出現住嘅啫。咁所以變相就冇對個市場真係好大嘅影響咯。咁所以琴日股市方面，我諗就冇乜太大變動啦，維持翻即係咁上下嘅位置啦。其實嗰個波幅又唔算話真係好大嘅。咁啊，但係美匯嗰個匯價咧就不斷插低位喎嚇，星期二插穿個9.6，咁啊真係即係2025年3月嗰度一路上都落嚟。咁啊，但係特朗普係咪佢即係出於要面子咁話，佢唔怕貶值啊嚇？咁呢個講法係咪真係只係幫到佢少量嘅出口咧嚇？即係其實整體嚟講咧，對於美元資產計價咧都會帶來一個衝擊咧。咁啊，新西蘭元今朝早咧升到6個半月以嚟嘅高位啊嚇，上個去到60美仙樓上啊。其
其實我諗對於美元嚟講，對特朗普嚟講，當然就即係貶值。我諗個原因就係因為覺得如果貶值嘅話，對美國嘅貨品出口咧，基本上係吸引力就會增加啦。咁佢相信呢樣嘢可能對美國嘅出口會有一個幫助啦，或者至少可能即係將啲製造業拉翻去美國，亦都會有個幫助喺度啦。咁但係當然另外一個問題，即係佢可能冇諗到，或者暫時未諗到嘅就係，如果美金真係大散嘅，其實呢個會影響到即係全球嘅投資者對美元資產嘅信心。咁嚟話最簡單對美債嘅信心啦，咁呢方面其實對美國政府嚟講亦都係一個好大嘅問題，因為始終即係而家基本上每年嗰個赤字咁高，總債務咁高，其實每年都需要發好多債去即係第一去填補政府個即係財政嘅不足啦，亦都要即係發新債去冚啲舊債啦。咁所以如果你話美元真係大啲嘅，咁我諗呢個就唔應該係對美國嚟講一件好事啦。咁所以我諗都要小心啦。雖然話即係特朗普好似唔係好介懷，甚至好似好中意美元跌都好啦。其實對於金融市場或者對於美國嗰個金融嘅穩定嚟講咧，就未必話真係放任佢跌就係一件好事，或者完全係冇問題咯。但係咧，我覺得呢個財長貝森特咧講呢兩樣嘢咧都幾得意嘅，就話佢話咧絕對冇干預到呢個匯率啊，即係佢講啦嚇。咁另外咧就係話即係尤其是冇叉隻手落去呢個美日嗰啲匯率嘅檢查咁。另一方面咧，佢最新咧就話咧下個禮拜到啦就會出呢一個聯儲局嗰個主席嗰個誰是下一位啦。咁呢個已經唔重要啦，因為鬧咗大半年嗰幾個名點嚟點去都點咗咁耐，而家就話可能係 BlackRock 嗰個人呢就呼聲比較高啲咁，大家都會覺得邊個做姓陳姓張姓李冇乜所謂啦，咁都係特朗普話事㗎啦咁樣。咁所以如果呢兩個因素呢，我覺得即係似乎佢對嗰個匯價又好似又唔想話即係自己好似好多面嚟咁樣，但係又俾人睇到話你嗰啲手指毛點抹都抹唔甩啦。其實我諗係嘅，因為我諗即係而家個市場當然最憂即係好耐就係聯儲局立四會唔會即係鮑威爾離任之後，新一任聯儲局主席上任之後會有一個好明顯嘅一個影響啦。因為而家你睇翻琴晚嗰個聯儲局嗰個議息會議啦，其實贊成減息咧就正正係即係特朗普提名嘅講緊呢個即係委員啦，咁亦都一個即係而家基本上其中一個市場覺得有機會係下一任聯儲局主席嘅人選啦。咁所以變相好明顯就即係佢哋嗰個選擇，當然你好難去印證係咪真係受到特朗普影響啦。咁但係至少即係觀感上邊個市場就覺得一定係唔好噶啦，因為好明顯就係特朗普安插入去嘅人，或者可能有機會成為新一任聯儲局嘅人，基本上就支持減息，但係其他嘅委員就基本上係支持維持不變嘅。咁即係好明顯個市場就會覺得會唔會係特朗普影響咗咧咁樣。咁所以我諗即係呢樣嘢都係即係之前一路所強調啦。6月份當即係叫做新一任聯儲局主席上任嘅時候，佢嘅言論佢嘅行為，我諗就真係會係一個考驗咯。因為到時就真係會睇到啦，究竟即係特朗普所揀嘅新一任聯儲局主席，究竟有幾多真係會俾特朗普影響，而佢嘅行為仲係咪維持到中立性呢？咁我諗到時就真係一個比較大嘅考驗。既然呢預期呢新主席呢上場之前呢個息有機會都未必會喐啦，咁美匯呢就而家落到去呢96.21呢啲位啦，美匯指數短期會係點走呢？其實我諗短期方面應該呢啲位置可能會企翻穩少少嘅啦，咁咪始終即係暫時嚟講，你話美金方面，你話真係好負面因素，我諗即係最主要都係特朗普嘅政策啦。例如話即係講緊係之前對委內瑞拉嗰啲軍事行動啦，講緊即係格陵蘭方面嗰啲爭拗等等啦。咁其實我諗純粹係令到市場係加速咗去美元化嘅，或者覺得減少一啲美元資產係必須要做嘅一個即係叫做一個方向啦。咁所以令到美金好明顯就係一個即係下跌嘅一個走勢。咁但係如果你話純粹講經濟嘅環境，其實美國經濟又唔算真係好差。息口方面因為冇再減啦，咁所以息差方面亦都唔見得有啲咩好不利嘅。咁所以我諗即係暫時落到96附近，應該可能會有初步嘅支持先啦。因為始終呢個都係過去半年一個低位啦。咁所以我諗即係可能喺啲位置先戳下先啦，未必即時真係會大散落去。但係而家美國個國債務去到39萬億美金啊嘛，即係咁繼續發債又肯定係必須要咁，但係佢個債嗰個吸引力咧就即係會受到佢個即係匯價下跌即係減少㗎。咁點樣即係再令到呢個美債可以成為一個咁樣不斷印銀紙支撐美國成個體系嘅一個模式咧？
其實我諗即係對於美國政府嚟講，當然即係一路都係即係keep 住自己嗰個即係形象啦，基本上俾人睇得到即係個經濟仍然 OK 啦。咁我諗呢樣嘢都係即係美債方面繼續賴以支持一個好重要嘅因素啦。咁當然即係頭先所講啦，特朗普一啲行為令到市場可能對美國嗰個信心係有動搖，甚至係對美國嗰個唔信任係增加嘅時候，咁呢個確實對美債嚟講係一個好負面嘅一個因素嚟嘅，因為呢個我頭先所講會加速咗佢美元化啦。咁而去美元化其中一個叫做係顯現嘅情況，就可能會係減少咗啲美國嘅資產，尤其是講緊美債啦。咁如果美股方面，我覺得投資者就未必話即時會有好多嘅減少啊，因為始終美國公司仍然都係即係全球嚟講好多投資者覺得好吸引啦，尤其是啲科技類啦。咁啊始終你講龍頭嘅科技公司全部都係美國公司嚟嘅，咁所以真係比較明顯減低嘅，或者明顯真係會有一個資金流走嘅，可能就喺個美債身上咁啊。始終美債喺息口又唔算話真係好吸引，講緊而家都係即係4厘左右啫。咁所以其實你話喺全球入邊揾到相同類型嘅息口又唔係完全冇可能嘅。咁所以變相可能真係比較流走多啲，或者相對嚟講受到去美元化影響多啲嘅就係個美債市場身上咯。咁所以而家你話10年嘅債息雖然由低位升翻上嚟但係始終我覺得都仲係需要小心嘅啫。個債息方面可能都仲有啲上升嘅壓力喺度嘅。咁而事實上講緊即係減息至少喺今年上半年個機會比較細嘅時候咧對於債市嚟講呢個都係一個可能令到債息可能要回升翻一啲嘅一個即係其中一個即係隱憂或者一個因素。咁其實咧，我哋琴日睇到外匯基金，即係香港特區政府外匯基金咧，佢就好罕有地咧就股債就齊取得即係可觀嘅回報啦。咁呢一種情況係唔多嘅。余偉文自己都講啦，就係即係可能係2017到以及2020呢2年係曾經見過即係咁。咁呢個股債齊叻呢樣嘢，今年又會唔會又複製咧？其實我諗債方面就可能難比較悶水啲啦，唔係話一定唔得啦，但係相對嚟講就應該冇上年咁理想噶啦。因為上年嚟講，你見到全球央行都係即係開緊陣前係一個減息嘅，即使聯儲局本身相對係即係冇喐都好啦，去到即係下半年都開始喐翻減息嘅情況。咁所以變得到見到第一貨幣政策方面真係有一個即係減息嘅情況啦，呢個有利於個債息下跌啦。咁其次就個市場嗰個減息預期亦都喺上年有個明顯嘅增加嘅，咁但係今年嚟講就可能未必啦，因為第一有啲央行基本上已經減到去一個中性嘅利率㗎啦，今年嚟講可能就會停手唔再減，例如話歐洲央行加拿大央行等等啦。咁其次就係聯儲局方面好明顯就因為之前已經減咗啦，咁今年上半年減息嘅機會亦都唔太高啦，咁下半年究竟減唔減到又要睇通脹嗰個即係因素啦。咁所以我諗即係變相亦都市場派先咗，之前派先咗個比較高嘅減息預期啦。咁所以債息方面，你話係咪今年能夠再明顯有個回落咧？我始終覺得有一定嘅擔心咯。咁所以你話個債市方面，今年我始終覺得個前景就冇上年咁理想噶啦。咁而事實上亦都即係本身個原因就係因為要減息嘅都減咗，未減息嗰啲亦都有啲因素影響住佢，令到減息係有啲唔明朗或者相對唔係一個咁肯定。咁變相對於債券市場嚟講，亦都有對中長息嚟講，亦都有個問題，就係市場越憂慮啲政府嘅債務啦，咁就令到啲長債息咧，其實亦都有一個負面嘅壓力。基本上佢可能因為擔心嗰個政府債務，而嗰個債息有啲即係上升嘅啲壓力喺度咯。你自己睇咧，另睇埋個油價咧就喺4個月高位附近咧徘徊翻啦。短期嗰個走勢點樣？琴晚係升咗1.31%，去到63美元一桶樓上嘅。我諗油價方面要做即係呢1-2個禮拜咧，都係有啲回升嘅一啲動力啦。咁但係我覺得個回升動力其實最主要都係擔心翻中東嗰個情況啦。咪始終伊朗方面啦，其實市場我諗一路都放下唔到個戒心咧，就係美國隨時可能喺伊朗動武啦。咁呢方面有機會對成個中東嘅局勢會帶來一啲唔明朗、不穩，甚至可能會影響到中東嗰個地區方面嘅石油供應啦。咁所以我諗油價基本上個回升有好大程度可能就反映呢方面相關係不明朗嘅一啲風險溢價啦。咁但係如果你話純粹基本面嘅全球經濟嗰個情況就冇乜太大嘅改善嘅，或者冇突然間出現咗啲咩因素令到石油需求真係有個好明顯嘅一個即係增加嘅。咁所以我諗即係個經濟嘅大
環境始終都係不利於個油價㗎啦。咁最近個油價少少嘅反彈，我諗始終都係一啲地緣政治啊、一啲風險溢價嘅一啲考慮咯。琴晚咧見到個市呢，就係標準普爾500指數呢曾經上過7000嘅，升穿過7000點，之後先至微跌收市啦，跌唔夠1點嘅。點睇標普嗰個指數嗰個走向呢？其實我諗你話即係再上翻7000點，我諗就唔難啦，因為始終我諗都係爭好少啫。咁而事實上美股暫時嚟講個動力都仲係好強嘅，咁見得到好多時候個市場都繼續係會揀一啲利好因素去睇啦，繼續忽略一啲即係不明朗啊，或者譬如相對比較負面嘅一啲因素啦。咁呢個都係典型一個即係市場旺或者喺個牛市當中咧啲市場嘅反應嚟㗎啦。咁當然即係琴晚方面咧，如果你講業績嘅，咁當然業績就有好有壞啦。咁例如話見到Meta 方面嘅業績就好好啦，咁所以本後升咗接近10%啦。咁微軟方面嘅業績都交到功課嘅，咁但係市場就覺得有啲展望，有啲即係令到失望啦。咁所以個盤後就跌咗5%啦。咁 Tesla 方面業績就一般嘅，咁但係盤後都有得升嘅。咁所以我諗即係今晚翻到嚟咧，應該都維持翻呢啲位置啦。但係你話大升，我諗暫時嚟講都仲係缺乏一啲誘因嘅，因為市場我諗都即係已經累積咗好多個升幅啦。咁所以其實要再大升，就要市場有啲新嘅一啲即係利好因素出現啦，或者新嘅故事出現啦。咁但係暫時嚟講，我覺得又未有嘅。咁所以我諗維持一個高位啦。但係你話即係大幅再飆升，我諗始終暫時都係要儲緊力啦，就未算話真係有好足夠嘅條件住嘅。咁啊即係冇力升嘅，唔止係好多嘢啦嚇，呢個加密貨幣就一場悶局啊！咁但係其中一個好著名嘅即係穩定幣嘅發行商泰達幣啦嚇，咁就佢嘅 CEO 咧就喺彭博講喎，原來佢哋密就買黃金搞開呢個穩定幣嘅就去買實物黃金，咁佢持有成140噸黃金市值而家係1800幾億港元啦，係地球上已知嘅除咗你話政府行為嘅一啲咁嘅機構交易所同埋商業銀行以外咧，最大嘅一個黃金儲備啊！咁佢個行政總裁就更加話咧，會就喺個黃金嘅交易上邊咧挑戰傳統嘅銀行業啊！咁其實用黃金計價嘅穩定幣白銀計價穩定幣即係會唔會成為一個新興嘅大家喺個新舊交替之間嘅投資方向咧？我諗最近就一定係會更加火熱啦，因為你見到金價咁升法啦，咁呢個都會對即係相關嘅穩定幣啦，可能個吸引力都會增加啦。咁但係正如你所講啦，點解佢會買黃金？就因為呢個穩定幣係以黃金作為一個 backup 嘅，咁就同傳統嘅穩定幣以美金作為 backup 唔同啦。咁所以我諗即係佢買黃金個原因就因為相關嘅穩定幣個需求多咗啦，咁變相佢咪要多啲相關嘅黃金去做 backup 咯。咁就唔係佢話特別睇好或者睇淡黃金嘅。咁所以我諗即係呢個含義就代表咗資金嘅流入，其實喺黃金市場入邊咧係唔同嘅方向嘅。除咗實金之外，亦都喺加密貨幣嘅市場，亦都見到有相關嘅資金流入。咁當然例如話 ETF 一啲紙黃金等等，亦都好多相關嘅熱錢流入啦。咪事實上金價今年嚟講都誇張嘅，講緊即係一個月時間唔夠，已經升咗2成過外㗎啦。咁當然背後都係同特朗普有關啦，因為即係今個月特朗普啲舉動確實係真係嚇到個市場，令到頭先所講佢美元化嘅速度係真係有即係機會增加嘅。咁而佢美元化其中一個展現就係講緊可能啲資金會離開美金流入去一啲貴金屬，咁所以都令到即係金價今年即係講緊一個月時間唔夠咧，就有個咁誇張嘅升幅咯。好啊，今次同阿梁偉文咧傾到呢度先啦，唔該晒你嘅。財資大道，郭艷明、林潔瑩。好啦，繼續翻嚟呢一 part 財資大道呢，我哋會睇下美股方面嘅走勢係點嘅，請埋呢高富金融集團投資總監梁偉文同我哋分析下美股嘅走勢。早晨，梁偉文。早晨阿 Grace，早晨郭艷明。早晨，咁啊睇到呢華爾街股市呢3個主要指數呢，琴晚呢就今朝收啦，就個別發展啦。不過道指呢曾經呢最多跌過成超過400點，尾市先至回穩翻啦。點睇個市況個走向呢？特別係即係科技類股份個情況呢？我諗琴晚方面呢，最主要跌啦，或者最主要調整嗰個原因呢，都係科技類啦。咁見到微軟方面公布業績之後呢，其實股價出現咗10% 左右嘅跌幅啦，咁都令到市場方面個情緒呢都受到一定嘅影響嘅。部分科技類嘅公司呢，都因為微軟嘅股價比較大幅嘅下跌呢，就所拖累咗啦。咁當然如果你話睇翻微軟嘅業績呢，我就覺得問題就唔係真係咁大，咁咪睇翻個收入盈利方面，其實都即係超過市場預期嘅。咁當然啦，市場個即係唔滿意
意嘅地方就係覺得個雲端嘅業務增長有減慢啦。咁但係其實你睇翻雲端業務其實都有接近40%嘅增長嘅。咁當然另外一個市場憂慮嘅就係嗰個資本開支有個大幅增加嘅情況啦。咁但係如果你話睇翻琴晚同樣有個資本大幅開支嘅呢個 Meta 咧，其實個股價係升10%嘅。咁所以你話市場係咪真係好擔心啲科技公司真係有個好大嘅資本開支？咁當然我覺得本質應該係嘅。咁但係你話即係針對微軟，咁我又覺得問題又唔係真係咁大，因為始終佢個公司好大啦，亦都有足夠嘅一個盈利嘅狀況，亦都有足夠嘅現金流。咁所以我諗琴日方面咧，如果你話純粹講微軟，我覺得就市場有啲反應過度嘅。咁但係如果你話整體成個科技類嘅，咁當然個市場都一路問一個問題，就係啲科技公司投資咗好多錢喺人工智能身上，究竟幾時先至真係會帶來一個收入盈利嘅增長咧？咁我諗即係呢個唔係淨係微軟嘅問題啦，呢個係即係大部分講緊即係人工智能開發嘅公司都係要被市場問嘅一個問題。咁暫時嚟講都係未見到收入盈利一個好明顯嘅一個喺 AI 方面有個貢獻喺度咯。咁當中咧，其實琴晚咧都睇到咧，即係一啲金啊，或者咧係金銀方面咧，好明顯咧就喺高位上面咧有個調整翻上嚟啦。金掂過咧$5500英盎司咧，即係現貨金咧就失守翻個關口落翻嚟。今朝$5400英盎司樓上左右呢啲位啦。點睇個金嘅情況咧？琴晚都回翻啲。其實係嘅，咁我諗即係金同銀方面，琴日都出現過一個比較大嘅一個回吐啦。咁但係好快咧，基本上都收復翻大部分個回吐嘅幅度噶啦。咁金雖然話未翻去5500樓上啦，咁但係其實而家都係5400，咁所以其實都唔係話真係跌咗好多咯。咁銀價都一樣啦，咁而家都係講緊117啦。咁其實同個高位講緊120，其實都唔係真係爭好遠啦。咁但係我諗即係個市場就已經即係跳咗出嚟講，就係話因為兩個即係貴金屬啦，其實過去1年嘅升幅都好誇張啦，金就升咗1倍啦，咁銀就升咗3倍啦。咁同埋我諗即係個技術性走勢上邊就係已經係有個即係明顯超買嘅情況噶啦，因為兩個 RSI 咧其實都係講緊80甚至80樓上嘅。咁所以我諗即係個市場都預咗中間係會有啲調整嘅出現噶啦。咁亦都即係尤其是銀嘅市場啦，因為即係始終好多係熱錢流入咗啦。咁所以市場都會擔心，如果真係調整嘅時候，個調整幅度可以好大啦。咁但係個問題就係而家嗰個熱錢嘅流入都仲係好強嘅。咁所以你見到其實琴晚調整咗一下，跟住就彈翻上去啦。咁所以即係當然個風險我諗係存在嘅。咁但係個問題就個市場動力都仲係好強咯。唔係，其實咧，我哋呢幾日咧都有即係不停咁討論呢個黃金白銀啦。咁其他嘅 analyst 咧都有個睇法咧，即係同你一樣嘅，就係喂一條氣咁樣扯上嚟啊！即係又唔好計遠啊！即係當你4000蚊或者3500蚊起步啊，都好過分啦！咁樣即係嗱嗱聲就喺好短時間升咗2000蚊美金。咁但係咧，大家就會話會回嘅，會大漲小回，然後咧就睺位咁。但係次次咧都係得嗰100蚊啊，或者100-200蚊啊，咁佢即係即日又好，或者係隔一日又好，就已經強翻。咁大家咧再俾呢個 pattern 咧，即係帶引得幾次之後咧，會唔會啲人就跌咗150蚊啊，入得咁一跟住咧就有一次回得好金咁樣咧，會唔會？我諗絕對會有一次可能回得相對會比較大幅度一啲嘅，咁但係我諗如果你話對比黃金同白銀啦，我始終覺得黃金嗰個即係可靠性就高啲，因為始終如果你話真係講緊全球去美元化，亦都講緊可能全球對嗰個政府嘅債務唔信任啊，甚至對傳統嘅貨幣制度唔信任嘅時候咧，其實資金你話即係泊喺黃金比較長時間咧，我諗個機會係大啲。咁同埋就係始終嗰個即係資金嗰個真係長時間願意擺黃金作為一個財富嘅分散咧，我諗始終嗰個即係功能應該就會強啲嘅。咁但係白銀方面就相對，我覺得就冇黃金咁有呢個咁嘅功能咯。咁所以如果你話最近個銀價升，我始終覺得個炒作嘅味道就一定係比黃金高。咁所以如果你話真係要出現大調整嗰個風險，我始終覺得白銀就會比黃金高啲啦。咁當然兩者都係升得即係誇張噶啦。咁但係個問題就係啲貴金屬其實都存在一個問題。對於投資者嚟講，我諗比較難捉摸嘅原因就係因為你計唔到數，你根本上冇一個合理嘅價值俾你去計。唔似一間上市公司，你有收入盈利有資產，咁自然你就可以計到大約咩市盈率啊，咩嘅一個
市賬率啊，佢應該有一個咩合理嘅範圍。咁但係呢啲貴金屬全部都冇呢啲咁嘅即係指標嘅，咁所以即係市場相信，市場覺得佢值錢，甚至就係市場覺得我要將呢樣嘢成為我個財富嘅一部分嘅時候咧，確實資金流入可以不斷將佢推高。咁但係個問題就係話佢始終唔能夠升值啦，咁所以始終佢個價值就係顯現咗將來佢仲會唔會有個升值嘅空間喺度。嗱講翻呢個鮑威爾咧，佢真係啱啱議完息啦，我唔知呢次會唔會係佢係在任期間呢都叫做倒數緊㗎啦。因為特朗普咧就喺下個星期佢自己不斷喺度講啦，就會選到咧邊個係繼任鮑威爾嗰個聯儲局主席。咁至於鮑威爾會唔會話我有咗人繼任接手之後咧，你就可以拜拜咧？定係話佢跟翻原先嗰個任期咧，就做到今年5月？無論點都好啦，咁佢都喺即係最後一啖真氣都做好佢本分啦。咁我就見佢咧喺議息之後咧記者會咧都講咗一啲嘢咧。首先佢當然就好想捍衛聯儲局個獨立性啦，亦都希望佢嘅繼任人遠離政治啦，因為佢覺得呢樣嘢就已經即係完全就漠視晒聯儲局本身嗰個功能同埋嗰個作用咁樣。咁但係呢，我覺得佢喺見記者，因為佢記者會啦，咁我哋時間香港就會遲咗少少，就即係而家先知道佢喺記者會講乜。咁佢就話即係而家嘅利率呢係唔算緊縮。呢啲係佢啲口氣同埋藏住一啲 message 嘅。咁大致呢都處喺呢個中性水平。咁舊年搞咗3次息啦，2025年亦都有即係充分準備咧去應付呢個通脹同埋就業呢個雙重使命嘅風險。咁即係言下之意呢，就現時即係似乎佢再減息呢，就冇乜一個好熱切性，而且有啲人又留意到呢，佢喺個聲明裏邊呢，就將就業放緩呢個字眼呢，就好似刪咗咁樣。咁好明顯啊，即係而家聯儲局咁多個董事之間呢，因為有啲係已經係特朗普安插咗入去嘅人呢，大家呢就意見好分歧啦即係減唔減息呢樣嘢。咁你又點睇呢？其實我諗即係對於鮑威爾嚟講咧，我諗而家更加佢會即係顯示佢個獨立性啦。咁所以我諗即係確實係嘅。你話3月份或者4月份嘅議息會議咧，其實我諗即係佢會減息嘅機會係少啲嘅。咁即係我諗即係衰啲咁講，可能同特朗普鬥氣係一個可能啦。要即係增強到聯儲局獨立性係一個可能啦。咁所以更加要一個高嘅門檻，佢先至會即係再有個減息嘅行動咯。咁但係而家睇翻啲數據，雖然就係市場係弱咗，但係又未至於去到一個好差嘅一個境地。咁而個通脹始終即係雖然話即係最近呢1-2個月就冇再進一步上升啦，咁但係始終都係遠離咗2% 呢個聯儲局嘅目標啦。咁所以我諗即係對於聯儲局嚟講，暫時就冇咩好大嘅原因，真係要去減息咯。咁當然啦，即係都係一啲50-50嘅，佢減就得，唔減就得。咁但係而家好明顯就佢會偏向做唔減咯，因為即係呢個即係同即係顯示佢冇被特朗普影響咯。咁所以確實係嘅。咁我諗喺佢離任之前，即係5月份之前呢，其實聯儲局減息機會就唔太高噶啦。咁可能要等新一任嘅聯儲局主席嘅真係就任咗之後，聯儲局先至可能會重啟呢個減息咯。咁當然呢個就市場會睇啦，究竟呢個新一任嘅聯儲局主席幾受呢個即係特朗普影響啦。咁當然即係你見到米蘭就好明顯一個即係特朗普委任嘅最新嘅一個聯儲局理事咧，就係俾特朗普影響得好緊要嘅。每一次呢個議息會議都係投票係要贊成減息嘅，甚至係要大幅減息嘅。仲要減半厘添。係啊，咁我諗即係新一任聯儲主席佢嘅言論啊，佢嘅行為啊，就係即係市場會好關注咯。咁但係呢個要6月份先會知啦。咁另外咧睇埋美匯指數咧，曾經咧穿過咧96添啊，今朝早而家96邊啦。咁其實你睇翻呢，即係而家跌到差唔多近4年嚟嘅低位啦，短期嗰個走勢會點樣走呢？其實我諗美元方面咧，最近當然有啲走弱啦，咁但係即係喺96附近咧，都開始有翻少少支持嘅。咁當然我諗即係背後當然市場就會擔心就係話即係特朗普喺1月份一連串嘅一啲即係舉動委內瑞拉方面啊、格陵蘭方面啊，令到市場擔心就係話同其他國家嗰個關係進一步有啲撕裂啦，甚至全球方面對美國嗰個唔信任咪增加啦。咁所以呢個都會反映咗喺美金身上啦，因為始終即係當全球對美國唔信任或者唔信
信任增加嘅時候咧，持有美元資產個可能性就可能會減少啦。咁所以即係呢個都喺美金上邊一定係有啲受壓嘅情況㗎啦。咁但係我諗由大約99附近落到而家96咧，其實有一定嘅反應啦。咁同埋始終全球其他嘅貨幣咧，其實要升咧，其實都有一定嘅困難嘅。咁例如話歐元方面經濟都唔係自己好好啦，英鎊都係啦。日本當然最近有啲反彈嘅，咁但係你話日本係咪有好多嘅因素令到日本 yen 喺呢個位置再有好多嘅升幅咧？至少日本政府就未必上啦。咁所以我諗即係美元方面，雖然話叫做4年嘅低位啦，咁但係其實你睇翻過去半年咧，其實個低位都係96附近嘅啫。咁所以我諗暫時未嚴重跌穿96嘅時候咧，我諗市場都仲係覺得呢啲位置應該係可以企住一陣先嘅。咁當然啦，如果你話今年全年嘅，我始終相信美金都係會繼續跌嘅。咁但係跌嘅幅度就未必會上年咁誇張，例如話上年跌咗10%嘅，今年可能就跌可能3至5%到咯。咁但係你而家美元呢4年低位呢，但係美國財長貝森特呢，佢又似乎又唔係好想令人覺得呢個美元呢太弱，咁啊上咗去 CNBC 度訪問，亦都重申美國呢個強美元政策呢係冇變，亦都呢再三強調啦，華盛頓政府係冇參與干預呢個日元嘅匯價㗎，咁佢講啦，咁佢呢個言論呢或多或少呢都刺激到即係美金呢就彈一彈嘅咁，但係個問題就係話佢哋呢個所謂咁耐以嚟嘅強美元政策，我就見特朗普嘅似乎又唔係似係好數奉行呢味嘢喎。其實我諗對於特朗普嚟講，佢唔行強美元嘅政策，我諗背後嘅原因都係即係配合翻佢要即係自己出口啦，將美國個貿易嗰個赤字係盡量係減少啦，甚至係將啲即係就要搬翻去美國啦。咁如果你話美元太強嘅，因為始終呢個一定係會即係增加咗進口嗰個情況啦，亦都令到美國嘅生產成本相對比全球係貴啦。咁呢個都會影響咗佢要點樣去搞翻個貿易平衡啊，點樣去吸引翻啲製造業回流美國啊等等呢啲咁嘅情況嘅。咁所以即係佢支持美元比較弱少少咧，其實啲都唔出奇嘅。咁但係個問題就係而家美國現身個實際環境係咪真係可以容許美金太弱咧？因為始終美金太弱嘅時候咧，就會引發另外一個問題啦。美國嘅資產仲係咪全球投資者可以買咧？因為始終嚟話我買個美債咁樣，咁我雖然有就係4厘息左右，咁但係個問題，如果美金一年係跌5%嘅，其實對於外國嘅投資者嚟講，基本上就已經係冇回報，甚至有虧損噶啦。咁所以如果你話美金真係跌得多，甚至形成咗一個長期貶值一個預期嘅話咧，其實對美國嚟講有一個好大嘅問題，就係話美國嘅資產，尤其是啲美國嘅一啲債券，究竟仲喺全球嚟講係咪仲受歡迎咧，或者係咪有足夠嘅需求咧？咁我諗呢個特朗普未必諗得好清楚啦，或者佢覺得佢可以兩手完全控制嘅，一方面就可以將個美元同一啲主要貿易國壓低咗佢，令到即係美國喺個貿易上邊得到更加多嘅一啲改善，但係倒翻轉頭，亦都美金跌到一個即係信心，令到全球都繼續買美債。咁但係我覺得要做到呢個即係平衡兩樣都即係兼顧得到，其實就唔係咁容易，甚至係冇乜可能。頭先你提到美債啦，咁啊而家咧大部分人都估咧，即係年中之前呢，美國都未必真係會喐個息㗎啦，可能等新嘅聯邦儲備局主席上場之後咧，先有機會減息啦。咁其實美債方面嗰個走向係點呢？其實我美債方面咧，可能都繼續會有少少個回升嘅，咁啊始終即係第一上半年或者5月份之前咧減息嘅機會唔係太高啦。咁我諗即係暫時減息方面對即係債息繼續拉低嗰個即係叫做誘因就唔係太大啦。咁而到翻轉頭，可能即係頭先所講，即係特朗普嘅行為令到市場可能對美國嘅資產唔信任嘅時候咧，其中一個反應就會喺個美債身上啦。咁當然另外一個市場都喺維持咗一段好長嘅時間㗎啦，就係對政府個債務越嚟越冇信心啦。呢個就唔係淨止美國嘅，你見到嚟歐洲方面對英國啊、對德國啊，甚至講緊對日本等等啦。咁所以一啲長年嘅債息咧，其實都有一個即係持續上升嘅壓力喺度，或者至少佢哋要跌落嚟，相對係比較困難嘅。咁所以而家10年嘅債息喺美國而家都係仲係4.2附近咧，我始終覺得短期可能都仲有少少上升空間喺度嘅，可能會上翻去4.4啊，甚至4.5都唔出奇咯。咁啊始終市場之前派先咗比較多嘅減息預期
嘅。咁而家可能需要有啲修正啦，因為即係雖然話今年唔係完全冇減息嘅機會，咁但係至少上半年減息嗰個空間相對嚟講就可能比之前市場預期為少咯。係咁啊！另外咧，呢個 Tesla 咧，即係 Elon Musk 嗰個特斯拉咧，佢又有啲變陣嘅。咁啊，之前其實都提過噶啦，就係佢會擺多啲精力啊、時間啊、資源啊，就搞機械人咁。咁但係而家 Tesla 咧，即係佢其實佢個年度營收咧都有所倒退嘅，都係似乎第一次啊，即係倒退咗3%咁。咁但係咧我諗香港人好多都有唔少嘅即係幫襯過 Tesla 咧，但係佢而家咧就決定咧係停產咧佢嗰個 Model X 同埋 Model S 嘅。嗱 Model S 咧就應該係2012年度嘅嘢啦，同嗰陣時推出啦，都10幾年啦。咁啊 Model X 咧都有10年啦，2015。咁佢而家咧就真係重錘咧，就撥資源咧就去搞 AI 同埋機械人咁。咁啊成件事咧即係喺佢手上，佢其實一定可以全面主導啦。咁但係呢個方向咧，我覺得似乎都啱嘅，因為電動車佢而家嗰個市場啦，同埋個競爭力咧都唔及中國嘅出產啦，係咪？係啊，我諗即係對於即係 Tesla 嚟講，當然電動車而家越嚟越困難啦。咁但係都仲係一個好主要嘅業務嚟嘅。咁所以我諗即係佢都會繼續去嘗試點樣喺個困難出邊走出去困境嘅。咁但係我諗即係個方向性方面就一定係以即係平嘴性㗎啦，或者相對都係用一啲即係比較低價錢嘅啲車去喺個市場度競爭啦。咁所以啲高價錢嘅車咧，可能即係頭先你所講，基本上唔再生產咧，呢個都係正常嘅。因為始終貴嘅車咧，其實好老實喺個市場度唔係好賣得啦，咁同埋就係話你要同歐洲嘅品牌去競爭，其實都係好困難嘅。咁所以我諗即係佢都會繼續將個重點喺電動車方面咧，都會係針對一啲即係比較價錢低啲嘅，甚至有冇機會將個價錢再壓低啲，因為之前市場一路都期望Tesla 會出一個更加平嘅一個電動車嘅一個版本啦。咁但係當然而家基本上都仲未出到啦，咁所以市場有啲失望啦。咁但係如果你話純粹講股價嘅，咁當然我諗即係電動車嘅業務我就唔太過期望噶啦。咁而家嘅市場基本上都係一個憧憬住嗰個即係無人駕駛同埋機械人嘅啫。咁但係我諗即係呢個都多次強調過啦，即係都好遙遠啦，亦都未必一定係會成功啦。同埋就個市場唔係淨係得 Tesla 一個生產者啦。咁所以究竟佢技術上係咪真係成功，亦都喺個市場上地係咪能夠跑出其實好多問號喺度嘅。咁所以我諗即係呢一刻呢個股價，我諗個市場真係太過樂觀。咁攞20億出嚟對Elon Musk 就冇乜嘢嘅啫，20億美金即係等於150幾億港紙。咁其實佢都冇乜嘢話新整嘅，佢只不過係將 California 即係加州嗰間廠改造啫，就將佢改造成為一個人形機械人嘅生產廠咁都 OK 嘅。咁你20億美金試下咯嚇，即係喺佢嚟講又無傷大雅嘅。係啊，我諗即係當然，即係最重要市場而家就係緊個機械人係咪真係可以即係可以好快嘅量產啦，亦都有個無人駕駛係咪可以2-3年內真係可以即係好似佢所講咁樣，真係可以喺個街上大量咁樣使用，令到好多購買者願意買佢個無人的士啦。咁我諗呢個就係市場而家嘅焦點咯。佢懶有個任務咁㗎，佢好笑㗎。佢講話呢個人形機械人呢，將會將人類從枯燥重複嘅勞動力裏邊解脫出嚟，即係唔好再 repeat 嗰啲咧。即係好無聊啊！嗰啲咁嘅即係機械動作啦，不如由機械人幫你搞啦咁樣，咁啊講到好似好漂亮。好啊，咁啊今朝早咧係。今日當然 Tesla， 我諗另外一個需要留意嘅地方就係最近出咗一個消息，就係佢 SpaceX 可能會同 Tesla 去即係合併啦。咁當然呢個只係一個傳言啦。咁但係我諗呢個都有機會影響咗短期 Tesla。係，等佢慢慢搞啦。佢咁多 idea。今日唔該晒梁偉文，唔該晒。唔該晒梁偉文，唔該晒。